哥林多前書9章19節去到27節，我一齊朗讀嘅。我雖是自由的，無人轄管，然而我甘心做了眾人的僕人，為要多得人。向猶太人，我就作猶太人，為要得猶太人；向律法以下的人，我雖不在律法以下，我還在律法以下的人，為要得律法以下的人；向沒有律法的人，我就作沒有律法的人，為要得沒有律法的人。其實我在神面前不是沒有律法，在基督面前正在律法之下。向軟弱的人，我就作軟弱的人，為要得軟弱的人；向什麼樣的人，我就作怎麼樣的人。無論如何，總要救些人。凡我所行的，都是為福音的緣故，為要與人同得這福音的好處。豈不知在場上賽跑的都跑，但得獎賞的只有一人。你們也當這樣跑，好叫你們得着獎賞。凡較力爭勝的，諸事都自制。他們不過是要得能壞的冠冕，我們卻是要得不能壞的冠冕。所以我奔跑不像無定向的，我鬥拳不像打空氣的。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傳福音給別人，自己反被棄絕了。阿門。我是祈禱。親天父，感謝主你，今日呢個朝頭早當中，行到主你面前，以話語同埋禱告，要開始一日，感謝主你嘅。主係今日保羅呢個嘅書信，藉住呢個書信，今日嘅藉住福音所得到嘅自由，點樣呢？今日喺我哋人生當中使用呢？藉住呢個嘅經文當中，渴望使到我哋明白嘅。唔係為咗我哋自己，而係為咗其他人，並且為咗福音，為咗基督嘅榮耀，而你獻上自己人生嘅保羅一樣嘅人生。今日我哋都渴望呢能夠呢去相效嘅。今日將所有時間都交託俾主，你奉耶穌聖名祈求，阿門。今日嘅經文哥林多前書8章去到10章呢，就係講緊得一個嘅可以作為一個部分嚟睇到呢。喺當中，今日我哋呢就呢去默想緊9章嘅龍呢。8章當中所出現嘅問題呢，係有啲咩問題呢？就係講緊呢關於呢食咁樣嘅祭祀嘅食物呢。好多嘅哥林多人呢咁樣講嘅，食偶像嘅祭物。神係只一位，冇其他嘅神，所以呢，食呢咁樣偶像嘅祭物呢，今日對於我哋嚟講呢，會成為唔能夠食嘅問題嘅，亦都係咁樣主張呢，冇問題嘅，有咁樣嘅態度咁樣記載呢。不過呢，向住咁樣嘅人呢，繼續嗰個嘅信心都係軟弱嘅人呢。就你睇到啲咁樣嘅食咁樣嘅祭物，食祭祀，食咁樣嘅拜咗祭祀咁樣嘅食物嘅時候呢，就你又翻去到呢去舊嘅咁樣嘅風俗當中。所以呢，8章當中咁樣開始嘅知識呢，使到人哋呢去你驕傲，唯有呢愛心能做人。今日佢哋所做嘅唔係錯嘅，今日佢哋嘅知識唔係錯嘅。教會呢，不過唔係以知識嚟而嚟建立嘅。其他人嘅靈魂呢，唔係話你教到佢就能夠建立嘅，係唯有呢用藉住愛心呢而嚟建立嘅。保羅呢咁樣的記載住呢。所以8章9節當中呢啲嘅自由呢，竟成了那軟弱人的絆腳石，你哋要呢謹慎。你哋嘅自由呢，向住咁樣軟弱嘅人，使到佢哋唔好使到佢哋跌倒。因為保羅你咁樣記載住嘅，所以你甚至呢，要你食物今日，因為我藉住我食呢個咁樣嘅肉，或者你食咁樣嘅祭祀嘅物，而你使到我嘅弟兄呢，你失足嘅話呢，咁我就呢永遠都唔食呢。
我咧就喺個人生當中咧，再唔會食肉，永遠不吃肉咁樣你寫住嘅。並且今日喺到呢9章當中，就咧講咧關於自己嘅內容嘅。所以講緊咧，你聽到咁樣嘅內容嘅人咧，佢好難咧聽到保羅所講嘅內容咧。所以咧，你究竟係邊個？點解要咁樣向住我哋咁樣講咧？咁樣唔知道保羅佢講咗啲乜嘢咧？雖然唔清楚，不過咧，哥林多前書9章嘅開始當中寫住咧，我不是自由的麼？我不是使徒麼？咁樣開始睇到嘅時候咧，可能呢就咧好多嘅人咧向住保羅，你都唔係耶穌嘅門徒嚟㗎啦，咁樣或者咧，你都冇實質遇見過耶穌啦，咁樣佢咁樣批評咁樣保羅嘅身份都唔定咧，並且咁樣向住佢哋即係保羅咁樣寫嘅，基督徒嘅自由要點樣使用呢？佢就首先自己作為榜樣俾佢睇到，我呢，向住其他人呢，都呢唔清楚其他人面前點樣，不過我喺你哋面前都係啲使徒嘅，我哋所認識嘅嘢，今日哥林多前書，今日哥林多教會咧，就喺1年半當中努力咧所建立嘅教會嚟嘅咧。保羅咁樣講嘅，我呢，喺主當中，喺神當中，佢哋你哋直喺主裏面，正係我作使徒嘅印證。因為我今日傳福音，而你今日呢個嘅，你哋呢就正正就成為呢我所傳福音嘅果子。睇個果子嘅時候，今日你就都知道，我就能夠咧喺呢證明呢，我係由神而嚟嘅。我仲需要其他嘅乜嘢嘅證明呢？咁樣講嘅。作為呢使徒，今日因為呢有屬靈嘅分辨嘅內容，今日已經似你哋屬靈嘅種子，所以呢屬肉體嘅今日我哋供應呢能夠呢理所當然喺你當中所得到嘅，所以呢食嘅、瞓嘅，我都可以能夠要求。不過呢有咁樣嘅權力喺我當中都好呢，不過我都唔去咁樣做嘅。我能夠呢向住你哋有呢能夠要求咁嘅自由，不過我都唔去使用嘅。點解呢？尋日嘅經文當中睇到9章12節當中寫住，凡事呢忍受，免得呢基督嘅福音被阻隔嘅。咁有啲人呢咁樣去呢批評嘅，向住保羅話嗰人呢，原來想賺錢而呢而呢傳福音啦，係咪？傳福音嘅時候，由當中所得到嘅咁嘅，想呢藉住當中嘅金錢嘅生活啦，係咪？驚呢有咁樣嘅內容，所以呢保羅呢就話呢自己完全唔得到呢任何咁樣嘅收入咁樣，並且呢係淨係呢你平日呢就你去建立咁樣嘅帳篷作為咁樣嘅工作呢。喺週末呢就你傳咁嘅福音，佢就你咁樣去生活嘅。我哋之前都所睇到一樣，佢作為使徒有呢能夠呢要求嘅咁樣嘅主張咁嘅權力，不過佢都唔會使用嘅。點解呢？因為今日我咁樣呢驚呢，因為咁樣當中得到咁樣嘅工價，而你驚呢你當中有啲人呢係受到咁樣嘅試探嘅時候，而你使到呢個咁樣嘅福音落空，所以呢，因為害怕呢一點呢，而呢佢冇要求，佢可以能夠理所當然要求嘅權力嘅。呢個呢就係今日尋日嘅經文嘅內容啦。所以我呢冇呢得到任何咁樣嘅工價嘢呢，咁樣去工作嘅時候係咪能夠自誇呢？唔得喎。如果呢，因為我唔去傳福音嘅時候呢，就呢有呢對我哋個有禍嘅。所以呢，我哋都將我呢個嘅使命已經由神當中得到嘅。今日傳福音我都唔係因為錢，亦都唔係為咗自己嘅名譽，而呢單單因為神所交代俾我嘅嗰嘅使命，要你咁樣呢去告白嘅。所以保羅呢就話呢，今日我就呢向住佢哋所講嘅內容就係，今日我即使有自由都好，當中都好，不過呢個自由呢唔係你叫你哋佢哋自由咁樣使用。所以哥林多前書前部分當中寫住，今日你哋雖然有自由，不過個自由呢，咁唔係為咗叫你哋啲犯罪嘅自由嚟嘅。
而你今日叫你哋放棄自己，放低自己咁嘅權力，為咗你侍奉其他人，並且為咗你福音，為咗你神嘅榮耀，而神所賜咁嘅自由嚟嘅。所以咧，今日為咗你哋基督咧，已經犧牲咗。咁樣講咧，所以今日使到咧，今日神嘅榮耀咧唔好落空，或者你唔為咗你哋所咧流幾個寶血，嗰個寶血，所以你唔好咧去喪失咁樣嘅意思。所以你為咗福音，為咗咧聖潔生活，今日咧保羅就咁樣邀請佢哋嘅喺咁樣當中咧，今日嘅經文保羅咧就係佢哋俾主張咧究竟基督徒嘅人生係點樣嘅人生，而你好具體咁樣嘅記載住嘅。19節，我喺所有人當中都得到自由嘅，不過甘心作了眾人嘅僕人。咁樣做嘅原因咧就係因為為要多得人。保羅咧向住保羅當中咧唯有佢哋將所有嘅將嗰個福音咧傳俾所遇見所有嘅人咧，而咧咁樣去使用自己人生嘅。所以咧向住猶太人就做猶太人，猶太人就猶太主義。今日猶太嘅傳統啊，或者律法都係重視嘅律法。喺基督入邊所得到嘅自由咧，都唔能夠完全得到嘅，所以向住佢哋咧，你哋原來冇信心啊，唔係咁樣講嘢咧。今日佢哋行到佢哋嘅位置當中咧，喺佢哋嘅軟弱當中，而咧使到佢哋能夠行到神面前。佢哋咧，除去咁樣嘅律法嘅衣服，而今日即係能夠喺神當中得到自由為止，而哋成為佢哋嘅朋友，而咧傳啲咁樣嘅福音嘅。並且律法以下嘅人呢，保羅就話咧，我咧雖然唔係咧律法之下嘅人，我已經喺基督當中已經得到自由。不過咧喺律法以下嘅人呢，係會被棘喺啲咩嘅位置當中咧，所以你為咗咧解決佢哋問題，而咧亦都咧你在作律法以下嘅人咧，就咧為要得嘅律法以下嘅人，或者冇律法嘅人就係呢個異邦人咧。今日我哋應該要咧迎接咗神之後要點樣生活，佢都唔能夠咧認識睇到咧哥林多教會大多數嘅咁樣嘅異邦人咧，所以咧追求俗世嘅智慧、俗世嘅咁樣嘅喜樂，向住咁樣佢哋咧，就你合乎佢哋嘅水準，而咧都傳福音嘅。並且係做軟弱嘅人，就你啲信心軟弱嘅人咧。因為我咧信心好啊，所以唔係話咧指責佢哋點解你哋信心咁軟弱㗎，而咧去到佢哋嘅位置當中，佢哋為咗咧得到佢哋嘅佢哋嘅位置當中，為咗咧拯救佢哋嘅。今日呢個經文當中睇到保羅咧，即係主要咁樣嘅靈魂咧，並且咧。所得到有咁樣嘅福音嘅向住嗰個嘅睇到咧咁樣嘅基督嘅心嘅，佢咧基金咧即係咧佢咧敬畏神，並且佢咧交託呢個嘅福音傳福音咁樣使命俾佢嘅嗰一點咧，幾咁咧係覺得珍惜呢一點，並且幾咁愛神嘅我哋嘅，佢咧可以咧能夠咧向住自己咧能夠咧要求咁樣嘅權力都好啦，不過佢都唔係要求，而你今日其他人咧有咧咁樣嘅偏見向住佢哋，亦都有咁嘅去批評佢都好，不過佢哋都咧唔去被影響，而單單咧為咗神，即使有逼迫或俾你攻擊都好，都咧同樣。亦都咧傳咁樣嘅傳福音嘅人生嘅。喺23節當中寫住：凡我所行的，都是為福音的緣故，為要與人同得這福音的好處。今日所有嘅都係為咗福音而咧做咁樣記載住嘅。所以咧呢一點咧就咧講緊咧唔係淨係喺教導當中就完結嘅咧。今日我亦都咧可唔可以一齊咧參與喺呢個嘅福音當中？點樣咧？究竟今日我能夠使用嘅自由權力，
佢哋即係放棄嘅時候，我哋好多時候點樣諗咧？點解我要咁樣犧牲呢一點咧？點解我要你要犧牲呢一點為止咧？並且我所做嘅咁樣嘅辛勞主張嘅時候就咧，係咪有咁樣嘅不滿啊，或者咁樣嘅埋怨出現咧？不過保羅咧就話咧，我為咗主，為咗其他嘅靈魂而咧放棄即係自由，放棄即係時間，我咧。即使被嘲笑到咧，對你去放棄咁樣嘅權力。不過佢都唔係呢個，你唔係咧，你犧牲而你調翻轉頭而咧，佢為咗榮耀而咧咁樣做嘅，即係為咗咧即係咧唔係自己教導佢哋要咁樣生活就完結，而係今日福音嘅人生自己咧，首先你實質咧你活出，並且咧在榮耀咁樣咧去咧生活嘅。點解咧？因為呢個福音當中嘅嗰個能力，喺福音當中嘅呢個生命。嗰個叫榮耀，佢咧就咧直接參與呢個嘅福音當中，你咧體驗到嘅福音嘅能力咧，唔係淨係以教導當中就啲完結咧。你直接福音今日我哋咧即係生活嘅時候，個十字架今日即係咧唔係咁教導就完結，而咧今日個十字架度咧，今日我咧亦都咧生活嘅時候，個福音嘅能力並且基督嘅能力就咧佢就能夠咧當中咧體驗嘅。就係今日講緊直指呢個嘅福音嘅能力，即係你獻上自己所有嘅時候，今日唔係淨係口所講嘅話語，即係你今日佢人生出現嘅時候咧，今日其他人先亦都能夠咧影響其他人咧一齊參與當中。我亦都一樣嚟到呢個代表教會當中，有好多人咧亦都一樣咧。神牧師睇到神牧師人生嘅時候，即係睇到咧。即係所有嘅人生嘅優先次序都係為咗福音，為咗神嘅基督嘅福音，連即係時間、物質，所有嘅嘢都咧獻上。睇到咁嘅模樣嘅時候咧，係喎，呢個先係真正咧喺神面前嘅人生嚟嘅，睇到。所以咧，而你行到我先去咁樣咧，亦都呢一同你決志，你想你去跟隨神。所以我亦都一樣嘅。我都好似牧師一樣，即係咧，渴望咧活出啲咁樣傳福音嘅人生，並且今日喺神面前喺教會嚟到呢教會呢度當中咧，因為睇到佢嘅模樣嘅時候，去跟隨咧神嘅人生係幾咁咧榮耀嘅睇到，我即使咁樣到咧，我實際喺我哋人生當中，即係好多時候亦都咧去咧去有軟弱嘅時候咧，所以今日再一次咧睇你咁樣講咁多錢書嘅時候，再一次咧反省就係你今日或者你參與咁樣嘅所賜俾我哋嘅福音嘅時候，並且當中福音嘅能力出現，並且靈魂咧就唔係淨係返教會就完結，而咧即係咧神咧即係活着嘅，耶穌基督入邊真正有能力嘅，真正有生命，能夠咧體驗呢一點，渴望咧即係活出咁樣嘅人生。希望我同埋各位都能夠活出咁樣嘅人生嘅。今日嘅經文後面當中，保羅繼續講嘅，你不知在場上賽跑的都跑，但得獎賞的只有一人。保羅咁樣講嘅，你哋咧所有人都咧喺咁樣嘅賽跑場上嘅咁樣選手嚟嘅。運動選手點樣咧？就咧係咪冇咧向住係咪向住任何嘅方向咁樣跑，向倒後跑咁樣咧？唔係喎，亦所有人都向住同樣嘅目標嘅前進嘅。保羅亦都咁樣講嘅。得到咧福音嘅基督徒咧，今日向住個目標要前進咁樣講嘅。信仰生活有呢目標嘅。各位嘅目標究竟係乜嘢咧？由耶穌基督當中得到榮耀，得到成功，係咪咧被其他人認同？呢個係咪目標？就係嗰個目標咧。今日保羅嘅目標就係今日為咗基督嘅榮耀，今日我喺你咁樣嘅卑微嘅位置當中，我放低我嘅咁嘅權力要前進。呢個就係今日佢人生嘅目標。為咗嗰一點，今日要你去咧前進。今日唔係咧，淨係睇自己嘅
榮耀點樣咧被剝奪啊，或者唔係咁樣睇啊？點樣？你今日調翻轉點樣咧，使到其他嘅靈魂得救咧？點樣使到神嘅榮耀被顯現咧？作為呢個作為佢哋目標嘅人嘅時候，就點樣咧？就所有嘅人，所有嘅其他嘢都能夠自制，就係自己嘅權力，亦都咧，即使可以咧主張，亦都咧能夠節制嘅。點解咧？因為為咗得到咧不能朽壞嘅冠冕，今日為咗眼所睇到嘅冠冕都咁努力前進嘅時候，因為為咗咧不能朽壞嘅冠冕，我哋都要咧前進，咁樣咧去勸勉我哋一樣嘅。所以咧，我奔跑不像無定向的，我鬥拳不像打空氣的。咩意思咧？佢哋奔跑嘅時候，如果冇定向而前進嘅咧，就講緊你去咧浪費自己嘅氣力嘅。今日鬥拳嘅時候，亦都你打空氣嘅時候，亦都你完全冇意義。所以今日呢個嘅，即使以今日福音嘅感動咧，翻到呢個位置當中，不過咧以熟悉嘅知識、熟悉嘅方式，跟住熟悉嘅方式，而係咪咧再翻返去咁樣位置當中咧？如果咁樣講咧，喺我哋人生當中就唔能夠咧結出任何嘅果子，並且保羅咧亦都係咁樣記載住嘅。今日調翻轉頭，放棄我哋嘅權力嘅時候，為咗呢福音，將我嘅人生獻上嘅時候，去獻上俾神嘅時候，喺嗰陣時咧，先至咧能夠睇到今日神嘅能力喺我哋嘅咁樣嘅人生當中，你顯現神嘅能力嘅。所以保羅呢咁樣講嘅，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傳福音給別人，自己反被棄絕了。連保羅自己都咧向住自己，亦都咧以恐懼嘅心，今日去咧不斷咧去咧向住咁嘅福音咧前進奔跑。今日佢亦都咁樣告白嘅，去要你攻克己身，叫身服我，唔係話就咁能夠做到嘅。而你今日喺我不斷喺我當中所出現嘅主張、固執、競爭，睇到你喺我哋當中唔能夠放棄嘅咁樣嘅自尊心，自己唔想死亡嘅嗰個所有嘅嘢都咧使到佢都服從自己。我向住其他人可能咁樣教導咧，我調翻轉頭，今日我哋嘅人生咧因為唔能夠咁樣做生活嘅時候，所以經文當中今日喺咁樣嘅運動場都想奔跑嘅時候咧，恐懼咧會咧喪失咧所得到咁樣嘅冠冕。講緊唔係講緊話咧，唔係講緊話咧唔能夠得救而咧，保羅自己亦都咧向住自己，亦都以咧恐懼嘅心，而咧喺度奔跑緊咁嘅意思。今日我哋係點樣咧？十字架嘅道，我哋係咪真係遇見咗咧？今日耶穌當中為咗我咁樣嘅罪人喺十字架當中流寶血，嗰個嘅感動係咪喺我哋當中咧？並且為咗呢個咁樣嘅福音，仲向住你未認識嘅神嘅嗰嘅靈魂當中，能唔能夠放棄我哋嘅權力而前進呢？去到嗰個位置為止，去到參與嗰個嘅福音嘅位置為止。今日保羅咧就叫我向住我哋咁樣勸勉嘅。今日我唔能夠放棄嘅，今日唔能夠放棄我哋主張嘅位置喺邊度呢？喺家庭當中，喺你丈夫同埋妻子嘅關係當中，兄弟關係當中。所以睇到呢，今日唔認識福音，向住唔認識福音嘅人喺佢哋面前，今日我哋放棄我哋嘅權力，可能呢係好簡單都唔定啦。不過呢，今日喺最親近今日教會共同體當中，一同呢建立呢話建立神嘅角度。不過呢，今日我嘅意見同埋佢嘅意見唔同嘅時候呢，好多時候亦都有咁樣嘅爭執出現呢，並且當中不斷地主張住自己。唔能夠咧放低自己嘅權力，所以今日咧，保羅啱啱咧我哋所睇一樣，因為十字架嘅道，叫我哋咧去翻到嗰個十字架嘅道當中。並且今日耶穌基督喺點樣位置當中拯救我哋咧？
認識呢一點嘅人呢，就再唔能夠咧主張自己嘅。我哋唔能夠咧去企喺咧比神更加前嘅位置當中。今日我哋要咧理所當然咧放棄自己嘅咁樣嘅權力，即使自己得到去自己主張嘅時候，亦都被斥責嘅時候，原來我亦都要再次喪失。所以你今日再次翻到神面前，直接咁樣做嘅時候咧，今日基督在基督嘅身體嘅教會就咧即係被建立，叫今日神嘅榮耀直接個教會被使用，好就好似保羅所做一樣。今日向住我哋，亦都咧渴望成為我哋咁樣嘅渴望嘅。呢個時候我哋一齊咧渴望咧直接嘅經文一齊禱告嘅。我哋禱告前進嘅時候，主啊，今日我哋人生當中不斷咧，我哋好多時候咧有自己嘅主張出現嘅，不斷主張自己固執，並且咧絕對咧比其他人都咧佢哋幾咁難咧，你謙卑自己，好幾咁難咧聽其他人所講嘅咯。今日其他人咧點樣講嘅時候咧，我哋幾咁難咧，你能夠真係聽嘅。主啊，今日基督咧為咗我，首先喺十字架當中死亡，並且所有嘅呢單所有嘅就係一樣。今日我亦都渴望為咗福音，並且今日神所交託嘅咁樣嘅看住咁嘅靈魂，今日繼續咧對未認識嘅咁樣嘅福音，我哋嘅家庭，我哋嘅弟兄姊妹當中，為咗呢個福音，為咗基督嘢，即係放棄自己嘅權力為止，叫我哋嘅信心渴望咧，即係你被建立嘅。主啊，主佢哋建立為咗建立主嘅教會，叫我哋嘅心咧即係去合一咧，並且即係向主嗰個咧喪失嘅嗰個靈魂，即係咧叫我哋咧求主你賜主你嘅心意俾我哋，叫我哋一個一個即係咧以主嘅心咧去咧照顧，並且互相一齊咧建立，渴望成咁嘅教會共同體。而家咧修養會剩翻1個月嘅時間咧，主啊，呢個直接修養會亦都咧。今日主30年當中，今日神喺我當中點樣咧親自工作咧？叫我哋再一次記起，並且今日神牧師嘅嗰個嘅心意，嗰個叫即係延續住咧，並且今日所交託俾我哋嗰個嘅使命，即係擔當，並且因為我叫我哋下一個世代，即係喺神面前能夠咧決志前進，渴望就係咁樣嘅修養會嘅時間。為咗呢一點，我哋一齊咧去大聲呼叫神嘅名字而咧禱告嘅。